聖公會學校。可惜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學校被迫停辦。戰爭之後，施玉琪牧師幾經辛苦，喺1950年喺長沙灣道租有樓宇，註冊復校。但係礙於當時嘅條件，多馬只能夠收取1至到4年級嘅學生。復校之後1年，何明華會督再喺石硤尾南昌街增建2所鐵皮屋，開始招收5同埋6年級嘅學生。與此同時，何校都向政府申請撥地籌建校舍。冇幾耐，樓高4層嘅南昌街校舍就喺1953年落成。當時上下午校共有24班，到1966年，全校更加擴展到36班，即係上下午校各有18班，為今日多馬嘅規模建立咗基礎。南昌街嘅校舍比起今日東沙島街嘅校舍當然係細好多啦，但係以當時嚟講，已經係石硤尾以至附近一帶嘅地標建築。更重要嘅係喺呢90年嚟，一班孜孜不倦、辛勤奉獻嘅校長同埋老師，培育咗無數生命嘅成長。直到今日，仍然有好多校友，即使畢業咗40-50年，依然記掛住母校。究竟咩原因令到佢哋咁長情呢？原因就係嚟自老師對佢哋嘅一份愛。佢哋領受咗呢一份愛之後，並唔係只係講一聲多謝而結束，呢份愛亦都唔會因為環境改變而終止。相反，呢一份係一種會走動嘅愛，已經不知不覺咁樣植根喺所有多馬學生嘅心入面，陪伴住佢哋成長，影響住佢哋嘅生命，直到佢哋長大，再將呢一份愛帶俾身邊嘅所有嘅人，帶俾學校嘅師弟師妹。就係咁樣，呢一份愛就能夠一代一代咁樣傳承落去。以下時間會有一班同學帶我哋時光倒流，翻去昔日嘅多馬，同我哋重溫一下呢一種咁奇妙嘅愛。係擁有，愛亦係單單嘅感覺，愛係一種行動。傳說多馬有一種好特別嘅愛，連繫住多馬9十年嚟個人嘅生命同感情。
心中有力量，因为我爱你，请你好好地生活，爱是我心中有力量，因为我爱你，请你好好地生活，爱是我心中有力量。路係你自己行嘅，而老師只不過係你人生路上面嘅其中一塊路牌。跟住嘅路就睇下你肯唔肯停一停，睇清楚先選擇點去行。好煩啊！明仔，真係好擔心，唔知第時明仔大個咗會變成點。陳老師，陳老師，陳老師，你認唔認得我啊？明仔啊！我以前好懶，要成日整過人嗰個明仔咧，好耐冇見啦。讀中幾？冇讀啦，有試過嘅，不過讀唔上。啊，老師啊，冇，我想話俾你知，我報學壞到。多謝你。就年來嘅當馬分為上校同下校，上校嘅學費比下校嘅一半，課程亦都有唔同。上校學習嘅內容以學科文科為主，佢哋仲會報考當年嘅小學會考，等同學可以繼續升
哋有咗中文同埋數學嘅成績，及得住上校精英班嘅水準。哇！所以我想你哋俾啲掌聲鼓勵佢哋繼續努力。佢哋係黃杏兒、梁麗娟、李慧芳，所以我想推薦佢哋參加今屆嘅小學會考。哇！恭喜晒啊！當年嘅校長黃少文老師就向當時嘅聖公會主教唐明華會督爭取下校幾位5年級嘅同學考小學會考。但由於呢班學生從未學過英文，所以每日朝早都會有2位老師，李水晶老師同埋張福英老師，每日朝早為佢哋義務補習。Younger, older, taller, shorter, what, Where, where, when, when, why, why, how。1953年7月25日，聖劍院湖區發生大火，有唔少當晚嘅同學亦無家可歸，所以有好多同學都要寄居喺學校，於是全日都喺當晚度過。你哋唔使擔心，你哋就暫時住喺學校，等政府安排到地方俾你哋先翻去同屋企人一齊住啦，就喺學校安心咁樣讀書啦。係老師，上午補習，下午上課，晚上喺學校入面休息，令佢哋深感當晚嘅濃情。結果一班同學成功升讀咗有名嘅中學，有啲成為咗金融界嘅奇才，有啲成為咗大學嘅教授。校長同老師無私嘅付出，當晚嘅人生路從此得到改變。今日佢哋已經年過花甲，但係佢哋對昔日老師嘅悉心教導關愛，從來冇忘記過。各位同學，今日嘅堂上完啦，而家休息一陣我哋一齊準備晚飯啦。係老師。
可以用木板圍起一個地方做校舍，圍到幾多地方就可以用幾多地方。於是第一屆畢業生阿榮就集合當年嘅一班同學周圍去揾物料，去圍出學校擴建地盤嘅範圍。各位同學，我哋而家去唔同嘅地方揾啲舊木頭同木板翻嚟啦。好，阿榮，我知道嗰邊有一個工場啱啱完工，我同幾個同學去嗰邊揾啲大嘅木板翻嚟啦。好，阿榮，可能咁樣執都未必夠㗎，不如我同幾個同學一齊去鴨寮街嗰邊買啲大嘅木板翻嚟啦。好，一於咁話，咁我就帶另一批嘅同學去對面嘅垃圾站揾啲舊傢俬同雜物翻嚟啦。好，咁我哋就而家出發，2個鐘頭之後翻嚟呢個站。係。佢哋因應學校嘅需要，就圍咗一個地盤面積出嚟，就成為咗當晚舊校舍嘅所在。哇！呢個操場真係好靚啊！呢個操場比我哋以前仲好靚啊！舊校以前係一片爛地，不過而家啲地真係好靚啊！今日諗翻起真係有啲後悔，咁即係咁，我哋就將學校圍大啲，圍到天水圍咁遠啦。不過係咁，雖然我哋學校地方好細，但係我哋愛嘅傳統就一啲都唔細，仲流傳到今時今日添。冇錯啊！見到呢間新校舍真係好感恩，我希望呢一代嘅當下學生可以更珍惜呢個地方啦。我相信佢哋一定會嘅。新校舍真係好靚喎，不如我哋周圍睇下啦。好啊！各位同學，今日係你哋畢業嘅大日子，老師冇啲咩可以送俾你哋，不過我每人買咗支鉛筆嚟送俾你哋，因為你哋每一個都同支鉛筆一樣咁有用。但係一支鉛筆要用到就一定要刨，就好似人生要經過磨練一樣。如果唔刨佢最有用嘅心根本就見唔到。咁同一支爛木枝就冇分別㗎啦。愛是看不見的語言，愛是摸不到的感覺，愛是我
啦啦啦。